即马西南气流已经减弱，雨嘛停了。这两天台东县有大批的纸板碟伫空中咧飞，赛车经过的南回公路，无细里有可能会去弄到纸板碟。专家是表示讲，伊是趁雨点咯，飞出来找食食咯。嘛呼吁民众最近赛车经过的南回公路，速度要较慢挂，才袂去弄到纸板碟。台东的雨停啊，透早太平溪出海口出现一批的纸板碟伫空中飞来飞去。伫南回公路赛车，嘛会看到纸板碟，而且无细字也可以去弄到。伫初鹿牧场，嘛有袂少纸板碟来遮找食的，尤其是真好奇的翕相。伫市区的民众讲，即几天嘛看到真侪鸭仔飞来飞去。10-20只，拢飞来飞去。牧场种植了大量的高氏火车兰，这是紫斑蝶的很喜欢的一种蜜源植物。不过，过冬型的纸板碟，现出时应该要毋是要飞去南边的时间。让来民众看到的纸板碟是无方向咧空中飞来飞去，因怀疑讲敢是因为风台造成因生态改变。有专家讲，因为风台的时阵因无法度出来找食的，即马好天，因就赶紧飞出来食物件。而且这个季节拄好嘛是因为着要闪过着人，转换车地时间，为着找适合的地点，才会看到那像无方向乱飞。下一代如果说在原地繁殖的话，它的这个死亡率会非常高，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，它也会进行一个我们说迁移的行为，只是说现在7月份的迁移的行为它比较不具方向性专家讲，过冬型的纸板碟抓人了后，就会向南边慢慢潜耍。伫花莲的山区，因会半路休困。虽然即个因为风灾山区受损，不过因还是会搁找适合的车地，袂影响潜耍去南边的行为。不过嘛，呼吁赛车的民众，伫山区赛车都要放较慢的，较袂无细字甲纸板碟搞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